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任何即马身体安尼，你敢有考虑先甲公司暂停一下？你甲任何生活开销，还有伊的医药费，爸会当负担。唔免，啥物拢无需要，你只要互我安静的空间就好。我要去接卡庭，报送恁啊。才偌久无见面，有偌几个人拢散一人啊。伊为了任何甲公司这无用的，佫无愿意互别人替伊分担，我真烦恼伊会互家己添个倒落。我知影你这个做爸爸的，想要替查某囝仔做一寡代志，也毋过有话讲了无毋对，咱做了愈济，颠倒愈搅了因啊。有人，这个皮包最适合你的。有人，你敢较无这款运动衫吼？无要紧，你感觉真诶啥款？真适合。你看，今仔咱用去爬山时阵做伙穿。真正甲我最适合的呢。袂歹，你用去试看嘛。你是安怎？是毋是拄则看的电影无好看？无啊。对啦，恁爸到美国啊吼？遐有大地厝，咱去耍。好啊。好，行。有人，已经结束啊啦。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哪会讲到这尔大啦？当作玩笑人在跑。讲到我这忝的，咱来啉饮料好不好？我敢若看过冠华甲迄个查某的，你什么时阵看过？就是你爸对美国转来迄届自餐啊，我去饭店对菜单，看到一个人洗了这身冠华，甲一个查某的伫电梯内底揽条条。即摆想起来，我应该无看毋着。你迄个时阵，咱毋甲我讲。我迄个时阵也无确定，哪会甲我白讲？早知影，我就应该较加步咧。其实文林嘛有甲我讲饭店发票的代志，我嘛无替伊好好处理。讲到底，咱拢做了无够好。
颠倒是这周明芳比咱更较用心，伊甲代志安排甲好势啊好势，嘛无甲这件代志闹甲我都受伤，伊甚至连文丽的立场都考虑着。恁若也替伊讲话哈，伊只是运气较好尔，本来拢要甲恁爸离婚啊，煞因为这件代志毋免离啊。伊嘛算是好运，无像咱两个安尼。好啊，莫阁烦恼这件代志啊。等你选举结束就结婚，到时阵啥拢无度影响啦。我无烦恼，烦恼的是你。你今日拢无啥笑。好，我即马笑互你看，安尼会用啊吼。悠悠咧，你想下嘛，你有呢？好。你迄助理陈俊清，伊敢若真正足介意你。我就知影你今日看到媒体报道的食醋，原来你无欢喜，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哦。我无欢喜啊。张友莲，就算的哦，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，我甲俊清互相拢无感觉，阮始祖长辈看了尔。我相信你，也毋过我无相信伊。伊看你的眼神无啥对。笑啥物啊？你食醋的模样足古锥的。我无食醋。你明明就有食醋。我之前甲俊清头一个见面的时阵，就有甲伊讲啊足清楚的啊。我有男朋友，假使伊介意我甲伊袂有任何的结果。好啊好啊啦，我心内干那你了呢。无伊。那毋食，谁卡？这个无重要啦。今仔日是咱两个人的时间，啥拢袂当减掉嘞。好。行，咱来去踅踅。好，行。仁和，这几年来，你替我照顾有缘，我拢无机会好好表达我对你的感激，请原谅我，一直到这时阵才甲你说多谢。嘛，请你莫伤烦恼病情，好好养身体。这营养品对你的体力真有帮助，祝你尽早恢复。除了照顾仁和，嘛要将家己照顾好。我知影你毋是拄着困难会开嘴求别人倒三工的人，也毋过毋通忘记，伫你忝的时阵，还有爸爸甲支持你的亲人，若有需要，随时敲电话给我。
多谢你。免紧张啦，因为公司过来要10分钟。你哪才确定？伊知影你伫咧等伊，一定会甲所有代志拢帮你走过来。而且伊遮尔急性，普通人爱行15分钟的路，伊只要10分钟，有当阵佫只要8分钟。你真是足了解伊呢。迄落，阮阿姊敢有甲你讲我甲伊冤家的代志啊？安尼，伊敢搁伫咧生气啊？这你爱家己问伊。来啊！阿姊，我请你啉咖啡。咖啡好啊，请坐。哪会雄雄请我啉咖啡？你边迄袋是啥？你的物件？这是要请杏花董事的点心啦。我想讲冠华来上班啊，爱替伊做公关，所以就烘一寡饼。开窍啊！我是毋是以前就一直甲你讲，有时间就要加去银行行打，互夜关怀董事知影伊有一个太太，你就该生气毋敢去啊！即马总算想通，知影去了解平常时拢伫咧创啥好。有啦，阿姊，你讲的我拢有伫咧认真听，我有伫改啊啦。安尼就好。阿姊，实在歹势啦。冠华的代志，毋是我超工无爱甲你讲的，是因为我感觉足见笑的，毋知影要安怎讲啊。明芳阿姨会知影，嘛是因为伊拄好看到冠华甲迄个查某，你就莫阁甲我生气啊啦，好无？好，我无伫甲你生气。也毋过你既然拢决定要重新开始，你心内就要有想法。我甲你讲，首先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。查甫人上退要算旧时的查甫人，刷落来，你一定爱互恁翁感觉，你比外口的查某人搁较好。加开一点仔时间，好好打扮你家己，嘛开一点仔时间，看卖伊拢咧创啥。讲到对付查甫人，我交过遐尼侪男朋友。去问周明凤，不如来问我。切！对，文玲，这方面你问恁阿姊就对。阿姊，冠华吼，伊才是有伫咧改，我嘛有伫改变啊。假使有倒位改了无好，你爱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搁较拍拼，袂搁互你烦恼啊。哎，我莫烦恼，迄是无可能的。想叫咱这世人斗太做姊妹。安尼，咖啡你豆豆啉。我先去公司找冠华哦。等下，伊今仔日伫咧工厂，你爱去遐找伊。伊伫咧工厂哦，啊，遐人遐尼济，我遮的饼是毋是无啥够？这也无简单。交换，替我包10杯咖啡，10份三明治，算我的。等下先刷替文玲送过。OK， 无问题。多谢阿姊。多谢你请我啉咖啡，免客气。咁明嘅，
咁就是要我斗相我共。会用的，我会用的。你紧转去啦，我阿姊搁在等你。交还，头拄多谢你呢。免烦恼啦，恁阿姊甲你是亲姊妹啊，伊袂真是甲你受气。我嘛知影，伊拢是为我好，所以咧，我嘛应该甲家己的生活过好，袂当搁互伊烦恼。无毋对，就是安尼想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，伫公司的办公室吼，伤翕啊，还是工厂的空气较好啦。安怎？大家拢无想要插你啊？嘛毋是啦，大家感觉哦，我是靠阮某才入来的，看我的眼神拢怪怪，啥物代志拢毋敢叫我做，想要发挥哦，嘛无法度啦。而且迄个陈总监哦，你大家面头前安尼骂我，害我足无面子的。刚才啊，我即马无伫伊迄边做代志，伫李经理这边，你拢毋知影，行销部的人偌可怜呢。大概开完会哦，就参照身边接到魔鬼班长的指令同款，唔知影的人哦，搁掠准接什么大 case， 只是要家己想要创立品牌尔啦，哎。伊就是食饱收银才会不遐的啦。董事长的囡仔，无创业拍过江山，根本唔知影股本有安尔重要。逐工吵讲要改革，嘛唔想看卖。万一甲进前的生活败了了啊，几千几百个人的生活就毁伫伊的手头呢。伊这种自私的个性吼，会拖累公司啦。公司内底吼，也是爱有李经理这种理性的人伫的才会用的。应该讲的啊，我早就拢讲过啊。要毋过就是唔知影这位大小姐的头壳到底咧想啥啦。以后哦，恁家己想办法。哎呦，李经理，莫讲伊啊，讲到伊就烦啦。来，啉酒，来，啉酒，欢喜就好。大家好，文玲，蔡厂长，超久无看诶，这久无看诶。自从你结婚了后，就喊你来，今日哪会走来？我想讲，阮翁拄来兴华上班，想要拜托大家替我加照顾伊啊。这客气创啥？待在兴华这么久啊，都甲一家人共款啊。而且你嘛遐尼照顾阮，所以吼，互相斗相共，应该免烦恼啊。多谢厂长，免客气。我今日有炸点心，来，大家来食。这么好。咖啡，搁有我家己烘的饼甲三明治，来，多谢，家己来。哇！哦，多谢。大家要啉茶，家己听哈。家己来。歹势哦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敢有看到阮翁哈？对吼，叶副经理咧。叶副经理哦，伊甲李经理在内底讨论代志，我去甲因报告一下。免，我去就好。你食点心，多谢你哈。李经理，冠华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浓烟下。李经理，冠华，我摕咖啡互恁啉。恁伫文林，你哪会走来遮？我炸咖啡来互大家啉啊。经理啊，这咖啡哦，你先啉嘛。迄个生产线的代志哦，咱再个讨论啊。好，无问题哈。行，出来。文林，你即马是安怎？向来检查？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我本来是想要去公司找你，替你做公关，是阿姊讲你伫工厂，我才来的。你唔知影查甫人上班的所在就是战场，不管是拢咧教人输赢呢。哪有人的某安尼清清彩彩走来找翁，安尼我真无面子呢。我若是无来，哪知影你上班啉酒啊？我就陪你经理啉一点仔尔。一点啊！你讲话拢是酒味。哎呦，你唔捌啦！
工厂的人哦，拢甲酒当做饮料在啉嘛。我来这总袂计歹头啊，爱甲因共款才会赢。上班啉酒也毋是好代志，是安怎甲因共款？我的代志你莫管啦，我家己有三十啦，袂有死甲惨啦。大哥，来，我甲你斗相共。多谢。谢你。谢你。你紧得去啊，我要无用啊。大哥，慢慢行。多谢。感谢是嘞，无要紧，只有半点钟卖用的。这几工咱就较辛苦的，一定要提出100分的实力，叫伊跟咱合作 ，OK？Yes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，互你这么欢喜啊？我约到 Alan 啦。Alan 是啥？就是迄个最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啊！我自以前就就想要跟伊合作的。我感觉你这间店风水真是袂歹，而且讲代志拢会变足顺利啊！根本就是我的好运加比听。伊哦，若是要讲生意，我规气拢约伫真好啊。安尼，我提早休困，我请你食饭庆祝一下。哪有伫车坐这食饭的道理啊？而且约到 Alan 嘛，只是头一步，所落来块社会甲兴华合作，爱无闲代志足济。好啦，拄则阁有人讲，这是伊的好运加比听，在遐足欢喜的，足顺利的。即马就开始过好拆桥帮啊！好啦，等我甲 Alan 合作的代志讲成了后，看你要食龙虾还是食牛排，直接请你。也毋过我先等去公司，拜拜。你伫遮创啥？这是啥？这是眠床，我甲厝比照的。林爸就伫要出院啊，伊经过即个化疗，体力会愈来愈歹。我惊伊半暝的时阵需要人斗相共，所以我一定要搬过来。你甲我当做啥？当做空气是无？我嘛会当照顾阮爸啊。卡婷，咱已经讲好啊，你要踮伫阮爸身躯边会用的，也毋过免想要搬入来。你即马讲话无算话是无？即马状况无共款，迄个时阵我无想过林爸会病甲遮尔严重。你爱上课爱读书，你要安怎照顾伊？时间安怎分配，毋免你管。我毋是囡仔人啊。卡婷，我真想要甲你当做大人，也毋过你即马讲的话真幼稚，你知影无？对。我就是幼稚，也毋过我知影保护亲人，袂互别人入来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出去！你出去！你要困就困碰椅，非得你是员工，办公的所在我毋管，也毋过阮爸的房间，你莫入去。你还未困哦？你哪又过来啊？我毋是叫你伫厝内好好休困。你一个人伫遮，我袂放心啊。别烦恼我困倒拢共款。你看，足舒适的，温度拢无遮尔舒适。安怎？困袂去啊？在遮无代志就困，哪会困会去？要若无，咱来做一件代志。
看你的指甲，你看，你指甲边仔有够大的，拢闭开啊！查甫啊，有关，辛苦你啊！你要无闲公司，无闲卡跳，即马阁要无闲照顾我。这样我辛苦吼。安尼等你好啊，我想要好好放假，等四界佚佗。好，我即马就批准。等我好啊，咱做伙出国佚佗，甲咱想要去、按摩还未去的所在，拢总行一遍。哦，你阁会记得哦？一开始袂当去是因为无钱，后来是因为无时间。即马是因为我。所以啊，等你好起来啊，咱就马上出去佚佗。时到我看你阁有啥物借口。好，咱做伙出去佚佗，带卡停去。对，阁有卡停。卡停又阁为难你哦，是无？无。等人家转来，你就免遮辛苦啊。到时阵我一点仔拢袂烦恼卡停。我甲你讲，伊即个会爱反抗真正常。阮爸嘛讲啊，卡停甲我细汉时阵真像。你感觉我家己敢会毋知影安怎对付家己？你看，伊阁要去直播，伊真是叫死是网络人哦。生做遮普通，也是，咱去甲伊算一下。你这样啊？我即摆咧要为大家示范的是胭脂的部分，我用的是这个牌子足好用的，而且伊足滋润的，安尼我就捌一刮，只要一点仔色水就足明显的。好，先安尼抹伫个嘴唇，多谢恁，耶！好，安尼我继续示范，像安尼抹伫个嘴唇，色水就足明显，而且足滋润、足好抹、足好用的。歹人爱搞怪，技术歹搁较直播。你紧转去做行啦！伊咧甲你用呢。行，咱入去创治。无这支，你就会当直接用胭脂抹。其实若是用胭脂抹，色水会比用这支搁较明显。像安尼。你哪会有面直播啊？我伫咧直播，教你啥物地带啊？紧走！这尔歹，毋是有叫你去照镜？看你这个模样，哎哟，秋冬上新的彩妆。你伫咧直播是对还是毋对啊？才几个人尔，你搁伪装创啥？你面甲毋过是水差遐济，安怎用米粉抹哦？可无点去，看你是，看你是，看你是，你快，快啊！我看你外高伪装，看你外高话啊！来，上外话，来啊！和 A 人的客位数敢用好啊？我的部分好啊。啥物叫你的部分好啊？对，我搁在等
叶副经理互我新散部的生产布料计划，伊讲伊搁伫整理。叶副经理，布料生产计划为什么到即摆未做好？你昨地创啥？我昨去工厂啊。偏偏敢无甲你讲，这份客划书我今仔日就要递。我知影，所以我即摆在赶啊。下班之前我一定赶。下班？你敢知我阴暗约 A 人要见面，而且我敢唔免先看。若是我看了有意见，你敢袂覆改？哎呦，唔是啦，总唔是啥物？你敢知我开偌大的亏来才约着 A 人？昨晚所有人为着这件代志留来加班，你呢？下班时间到后就随转去，即摆大家搁来等你一个是无？好，是的，是我唔对哦。我唔知影这个物件怎赶，我昨咧工厂嘛无闲到真晚，非得我一定咧赶，给我一寡时间 ，OK？ 欣，这物件怎赶，你哪无甲我讲啊？拄我一刀。哪有啊？我昨昏明明都有甲你讲。哎。张小姐，互卡廷去过2个同学，一个可以用胭脂画甲规个面拢是。加在伊个家长无追求，所以就锁去啊。毋过另外一个同学，互卡廷用不冰液体喷着目睭，已经送去病院检查。什么叫做检查？阮查某囝等来这诊呢，我看你要安怎负责？加加赔你医药费啦。江卡廷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哦，你代志啊，态度搁遮歹哟，厝内无大人啊，心唔捌规矩。陈太太，先莫生气啦，我来甲因讲。张小姐，卡廷平常时伫学校调查尾就散出去啊，佮规工耍网络直播。你看伊，伫学校佮伪装，毋但破坏学校读书的风气，佮会互其他的同学带来无好影响。我看这个恐惊的结果。老师，多谢你的关心。请教你一个问题：何种医用的规定开放遮尔久啊？学生伫学校伪装，敢有违反校规？是无啦，要毋过阮也是希望学生会当甲精神肯定咧功课顶面，毕竟学校是读书的所在。为什么要甲卡廷记过？你无看到伊拍人哦？无，我刚才看到3分20秒的时阵，是因先动手杀卡廷的头，所以卡廷的动手算是保护家己。轻轻来杀一个又安怎？阮查某囝已经挂这诊嘛，目睭无伫较会青面，你敢背会起啊？这位家长，我拄则看影片，卡廷喷的是水性保湿喷雾，根本袂伤到目睭。要毋过，既然你这么烦恼，咱应该甲囡仔带去病院验伤，然后加法医。老师，麻烦你较有警察，请伊来处理，顺续作笔咯。哈？囡仔相拍，还叫警察来哦？这毋是单纯的相拍，先动手，佮2个拍1个，我认为这是恶意伤害。你这么想要讨公道，我嘛想要讨，安尼咱就去拍官司。只是到最后是啥会较麻烦，我就唔知影。张小姐，你莫激动，卡廷伫学校直播嘛违反校规，是医生做唔对。这完全是2件代志。卡廷违反校规，你要甲伊处罚，我无意见。要毋过相拍这件代志，我认为应该报警。煞去，我无想要计较，我要赶去病院。老师，明仔载我替阮查某囝办专班。哼，我够衰，啥啦？陈太太，陈太太。卡廷，你掠怎啊真爱管理哦？你讲明较捌代志，恁爸搁伫咧大院，你就咧好好了代志。是啊，我看你今日来，只是想要互你伫咧阮爸的心内地位搁较稳，再伫咧遮加好水做互伊看。哼，搁报警，
我看你考袂着，我互警察抓去关。安尼就无人反对你踏入阮兜的门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敢有找到卡汀？浩恒，教室边仔甲我拢有找过啊！我拄则过问保全，保全讲伊看到有学生偷偷走出去，所以我咧想迄个人敢会是卡汀？林豪，拢是我毋对，也毋过我真正毋是挑工的，拢怪我迄个时阵伤过激动，才会出手甲伊拍。拢是我毋对，拢是我毋对。友啊，你先莫自责。我的手机也有追踪伊的定位，我先看者。好。对定位看起来，伊人在因学校附近的咖啡厅。你去遐找看卖，好无？我马上去找伊。友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，只是感冒尔。卡汀的个性真坚强，我袂烦恼。友啊，我较烦恼你。你毋免烦恼我嘛真坚强啊！我先去找卡汀哈，拜拜。讲真是，今日状况诚款？搁会用的，拄则有路面床行行咧，精神搁袂歹。安就好。陪你的迄位刘小姐无伫个是？哦，伊有代志出去啊。医生，你是毋是有代志要甲我讲？歹势，请问拄则敢有一个挂卫生箱啊，穿学生制服的查某囡仔来过？有啊，伊伫遮坐无1分钟就走啊。啊，对啦，伊手机仔嘛袂记早走，也毋过感觉是超工留伫遮的。蓝细胞也是伫脱开，目前的化疗应该是无效。敢讲无其他的办法啊？即马有新的标靶药，也毋过足贵的，而且即种药的药性嘛真强，接受治疗的时阵可能会更加痛苦。另外有真侪病人用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会产生抗药性，造成最后治疗也是无效。有时阵，开钱颠倒只是延长病人痛苦的时间。多谢你甲我讲这个。敢要接受标靶治疗，你考虑看卖才甲我讲。这2天若是无其他的状况，会当先出院转去啊。我会好好考虑。多谢欧阳医生。你先休困啊。即摆是上课时间，你走去倒位啊？心情无好，想要行行。你敢有拄到友啊阿姨？为什么安尼问？伊足烦恼你，伊4个去找，
我来找就去找啊。讲卡定，学校代志你安怎解说？是安怎要甲同学相拍？是因先动手的，而且老师阁为因。你若是唔相信，你去问张友啊，伊啥物拢知影。伊知影是伊的代志，你是安怎要走苦去直播？你莫安尼，毋是就无代志啊！直播会当趁钱，而且我毋是走苦，我只是利用休困时间去趁钱，就会好啊。会好？你高中拢还未毕业，才着急趁钱要创啥？我趁钱会当替你买表白药啊！你看你病到遐尔严重啊！我拄才伫外口听到你甲医生讲的话啊，爸，你一定要接受治疗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。治疗的代志，我会好好考虑。爸，我希望你会当较乖咧，莫惹代志，莫添麻烦，好无？知影啦。表白治疗的代志。是莫互恁友啊伊知影。爸，你会枵无？我去买物件互你食。家仔，我还未互你去甲饱，我提钱互你。哎，唔免，我有钱。你要食啥？咖喱饭。等会。你是感冒？安尼你过来创啥？阮爸伫咧化疗呢，足惊感染，你毋知影？后盖莫讲安尼啊！恁爸真正足烦乎你。你紧看医生啦，阮爸我会晓照顾。张友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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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精神啊！敢讲你毋知影恁爸搁结婚的时阵，就已经破病啊？伊就是因为安尼才甲你分手的。张友啊，拄则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是。卡出选举爱靠这种方式才会当选掉，我规气莫选啊！相片内底的人敢是你？我相片来看恁真亲密，根本就亲像男女朋友共款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嘛要对我有信心。安奈到即马还未结婚啊？是发生什么问题少？我甲交换才是无伫讲，伊是我开车请来演员。哈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重
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